Hello，多謝大家陪牙兒一齊玩呢個遊戲啊！今次嘅任務係食觀眾推介嘅辣魚蛋啊，仲會帶大家行下屯門特色嘅景點添。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 Food Life 牙兒啊！新墟係指屯門河東岸同埋青山公路之間嘅區域。呢度咧就近年翻新過，不過地面嘅商店咧就仍然保留住80、90年代嘅特色啊，就同我細個嚟嗰陣差唔多。上層咧就改建成 food court，咁今次我就只係行地面嘅商店。咖喱魚蛋10蚊，一串10粒，除開一粒1蚊。魚蛋咧就比較軟身，有淡淡嘅陳皮味，咖喱汁味淡，以價錢取勝。呢度嘅店員亦都好友善。當日所見有唔少人買雞蛋仔同格仔餅添，價錢就15至16蚊左右，同樣抵食啊！然之後咧，我就去睇新墟 KOL 啦，佢係以着透視裝馳名嘅。但係我去嘅呢日咧，佢咩都冇着到喎。咁咧，我就嚟到另外一個觀眾推介嘅地方。聽聞呢度係車仔檔年代魚蛋機後人開設嘅。咖喱魚蛋10蚊，一串8粒，除開一粒1個2毫半。魚蛋彈牙有魚味，陳皮味適中。辣汁嘅辣咧係慢慢咁樣滲出嚟嗰種，質感就偏向柔身，同埋有淡淡嘅甜味。我覺得好惹味啊！而呢度嘅店員咧亦都好友善。之後我就帶大家去附近行下啦。喺新配角旁邊有個入口，走入去呢係個好恬靜同埋充滿高身樹木嘅休憩地方。仲有個水圍園添，係一個有3條紅色小橋嘅中式庭園，都幾有特色㗎。不過已經就冇水啦。當日仲有唔少人喺度放狗添，亦都有唔少居民喺度歇息，成個感覺恬靜到唔係好似喺香港咁啊！附近仲有一個隱世景點添，知道嘅人唔多。首先呢，就係沿住新圍站旁邊嘅行人路行。大約咧就行2至3分鐘左右，跟住就會嚟到呢個行人過路處，然後咧就向右轉，冇幾耐咧就會見到分岔路，鐵絲網就掛住維護竹林嘅告示。咁我咧就喺分岔路入邊揀咗右邊嘅平路。行下行下，覺得好似唔係咁對路喎，於是我就調翻轉頭行啦。然之後我就嘗試行分岔路嘅左邊，呢邊呢就有石級，不過咧再行前少少咧係啲墓地嚟噶，所以我就只係喺開頭嗰一段影相啦。講翻先，就咁睇相係咪好似日本京都呢？而且同輕鐵同埋民居只係1步之隔㗎咋，好容易就可以嚟到。另外，我覺得呢個位都幾靚㗎，但係要留意睇下有冇輕鐵駛過，記得注意安全啊！
鐵站係香港電影《幻愛》嘅其中一個取景地，附近仲有其他景點添。沿住去元朗方向輕鐵站旁邊嘅行人路行，冇幾耐就會見到紅樓休憩處，我就入去睇下啦。入邊淨係得一個涼亭嘅啫。之後我就沿住路軌旁邊嘅行人路行。相傳呢度係孫中山先生當年聚會嘅地方，不過近年呢，土地就已經俾人收購咗啦，而家已經唔對外開放。旁邊係公眾射箭暨門球場。咁我就去返蝴蝶村旁邊嘅行人天橋嗰度影相，畫面充滿住日系感啊，好靚啊！我真係影到唔捨得走啊！呢度係位於蝴蝶村嘅公園，同樣係中式庭園設計嘅，當中有唔少影相位。呢幅蝴蝶壁畫真係好靚啊！我發現兆禧苑有個錦鯉池啊！呢個商場嘅感覺好懷舊啊！雖然淨係得一層，但係呢就有街市。大部分商店亦都好有懷舊特色，然後就去觀眾推介。咖喱魚蛋8蚊，1串6粒，除開一粒1點3蚊。魚蛋大小同之前兩間差唔多，口感介乎彈牙與淋絲間，魚味突出，然後就係陳皮香。辣汁嘅油份就比較多，而味香，辣味亦都啱啱好啊！店員亦都好友善，我順便帶大家沿住碼頭嘅岸邊行下，喺呢度可以睇到飛機喺天空飛過，仲有唔少人喺度釣魚添。呢度係位於惠豐園旁邊嘅防波堤啊，因為幻愛其中一幕喺呢度拍攝，所以又名幻愛橋。
同樣係有80、90年代氣氛嘅商場。呢間係由曾經任職5星級酒店餅廚主理，美式咖啡22蚊。Brunch 78蚊，分別有煙肉、鮮奶炒蛋、火炙芝士茄扒、茄汁焗豆，4份1份窩夫配朱古力醬。手製牛肉漢堡採用100% 純牛肉，口感鬆化 juicy。聽講佢哋嘅拿破崙表現仲好出色添。多謝大家睇到最後啊！臨走之前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 Food Life 雅記啊！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鍾意片入邊邊個地方呢？我哋好快就會見面㗎喇，拜拜！